老板带我们第一个秘境呢，我们去探看一下，不然我们怎么开旅行社啊？你看乡间小路真是蛮好的哈，只要没有大车的话是蛮舒服的。对，尤其这个天气，今天算很帮忙了。没错，不然这天气大好，很热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安东尼说啥嘛？还没挂钩。哎，哎呀，好像哦。停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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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一下！哇，说2024年还可以看到这种场景，我觉得蛮兴奋。说我当下很高兴，像小孩子一样，把脚踏车一停，我就去看。河巴色衫嘛，我发谁啥呢？中嘛个河巴色衫嘛。大腮骨有大腮骨。你要顺安美呢，走顺都要色呢。你还没看凉啊？我有单位走神要上班呢，大做事。这我女儿啊，来，小珍，奶奶呀，按实文哦。斯文哦。那要不要领一下？这个就是啊，跟你们小孩子知道，老一辈的妈妈都会在河巴色衫，欧巴。就不用这样加。其实它不是为什么家里洗衣机不洗，是因为可以聊天呐。哦。你看香嘛有香网香啦，香网嘛，哎，臭头房啊，臭头房。呢，还香啊，嘿，嘿是鱼吗？后天湖，呢，为啥？香了，浪啊，罗是为客家香啦，客家香啦。香楼，这个可以旅旅行社，那可以实施他们怎么拿？那么可以旅行沙了啊，礼行沙，礼行沙了，该不要领沙了哈。谢谢。那个洗衣服我简单呢。他吃谁嘛？来，那这样呀，阿妈那个髋关骨多好，对啊，随便做，啊你阿伟，哎呦，也是我，安多我哟，恐怖。哎呦，木棍哈，这个是洗衣棒，我们客家传统的洗衣棒，拍一拍，然后放一点水，用这个肥皂就对了，然后就肥皂都可以，对。哎呦，这个，哎，他们每天蹲的，我们蹲一下就受不了了，当一蹲呢哦。哎呀，阿伯累战斗。哦，你看傲笑脸呐，蹲一下快站不住了。他那个青蛙腿嘛哈。对啊，客家不是会有扁平足啊。一只手前，一只手后，就这样搓一搓。哎，打衣服然后洗干净。对，将衣服对干净。这个打的意思是怕脏东西留在上面打不掉，要把它打掉。你如果搓干净的时候，就不在那边哈，把那个水桶哎，来客家话就讲，你洗衣服。桶啊，就是在刷一刷、冲一冲啦。冲呀，哎，个做衣服卡还要用强水洗嘛？不是，按日做的哦。西湖西纯净的水源。哦，按之前呢，让我们体会到晒衫嘛哈，来，哦，谢谢一碗让我撩了。哎，我们总不带客人来洗衣服吧？好，我们那个迟到惩罚要洗衣服就可以来这里洗。对。来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谢谢哈。